呢，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是有，在每天在王宫里面怎么说呢，入定以外，他在接下来呢，就是在怎么说呢，那个他在利益众生的部分。到这个位置，公主的名字还是叶希达瓦，就是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智慧月亮的这个名字还是没有改。但是到最后呢，他现在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我在这呢就是分了就是4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他的简单的来源，他的父母跟他的时代跟那个时候的佛他对佛法的有这些怎么说有信心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他就是在做功德的部分。那么第3个的部分呢，就是他在怎么说呢，为众生为佛国发菩提心，然后呢，同时他就是成就的部分。然后就第4个的部分呢，他就利益众生的部分。利益众生的部分，他就得到了这种怎么说呢，那个禅定的这种成就以后呢，他就每天上午他就一定要度化那个众生的那个数量是刚刚说100万嘛，对不对？1000个以上的100万的众生然后没有度化完之前，他都是不吃饭，就是这不用膳，以这样的发愿。下午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就是每天都度化那么多的众生。度化是什么？他就是把一切众生让他们严厉这么多的众生，让他们严厉实践的心，让他们获得这种怎么说呢？那个正悟的这个安忍以这样的度化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自然而然他的名字就变成了度母因为度化这么多的众生，所以他本身的这个公主的名字呢变成了度母。然后从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就已经变成了度母。同时呢，就是古音佛也是预言他将来他就是完全度化然后完全就是获得圆满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佛国之前呢，一直都是以度母仙女以这样的一个名义来一直不断的在度化众生，以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呢本尊如度母的他的这个本身的为菩提发愿的实践，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前面呢，他也是一个众生，他在众生的过程是有多长时间，那这个谁都说不准的，谁都没有办法说的，就佛也说不出来的。因为众生的轮回，那同样的我们都一样的，我们的轮回就是没有头的。没有头的原因什么？头是算不起来的，已经太多了，相当就是这样。然后从那个时候发愿，然后做功德，然后得到一定的成就，然后最后就是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业，然后同时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又得到了度母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不然我们时间又不够，我们就是要接着做共修嘛。那我们就开始做度母的共修。街参跑马车马前前路，激动的爱。